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9。汉那书2章20安尼讲：我伫危急的时求救上主，伊有应我。我对阴间上深的所在哀叫，你有听到？三角来祈祷，听阮求救，有应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伫百姓中显出权能，搁行成业奇事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是用你的手拯救甲赎回你的儿女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早前你捌用摩西亚伦的手，带以色列百姓，亲像带羊群。伫今仔日，你犹原找圣神来成做阮的引带甲帮赞，互阮通行伫你的心意甲道路，愿要献上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！当阮想要离开你的目前，想要偏行家己的路的时，危险甲患难就会临到，总是阮若活倒转，伫危急的时求救你，你要应阮；对深渊的所在哀叫，你要听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